其遇西武是今天3日热身赛对广岛鲤鱼，西武先发为台湾选手郭俊麟，头4局被敲5安打失2分。郭俊麟退场后，广岛发起猛攻，铃木诚也于第5局轰3分炮，中场广岛10比4击退西武。第1局郭俊麟制造2个出局数后，被西川龙马、铃木诚也敲出安打，又投出保送形成满垒，不过顺利以中外野飞球抓到第3个出局数，解决危机。第2局郭俊麟接连以3振及2个右外野飞球，形成3上3下。第3局郭俊麟再度遇到危机，被田中广辅、菊池良介敲安打，形成1、3垒有人，先让西川龙马击出游击飞球，拿下1出局后，铃木诚也虽然击出1垒方向滚的球出局，不过带有1分打点，之后松山龙平又补上安打，再是1分，最后郭俊麟用3振结束这个半局，广岛追到2比3，仅1分落后。度过第3局乱流后，郭俊麟第4局连续用3个滚的球投出3上3下，之后郭俊麟退场休息，由佐野泰雄接替投球。总计郭俊麟主投4局，被敲出5支安打，投1次保送，2次3振，失掉2分，无关胜败。第5局佐野泰雄登板投球后，压制不了广岛打线，包含铃木诚也的3分全垒打在内，一口气失了4分。中场广岛以10比4夺下胜利。